徛台湾看世界，为着要展现到甲香港人徛共平的承诺，美国的总统川普总算来签署着香港民主甲人权的法案，以及香港的保护法。若是有人违反这个法案，美国就无法签证予伊。中国的外交部甲香港的政府强烈反对，批评美国无应该来干涉着香港的内政。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as just signed a bill into law that expresses U.S. support for the Hong Kong pro-democracy movement. 但过礼拜，美国总统川普总算伫当地时间27签《香港民主甲人权法案》。未来，美国国务卿每一年将向国会提交报告，评估香港敢是依然存在充分的自治。同时，华府嘛会使冻结破坏香港人权民主的人士伫美国的资产，并且禁止入境等等。 Earlier this week, China said that there would be consequences if Mr. Trump signed the bill. 中国外交部几点前后发表声明，强烈反对任何外部的势力去插香港的事务。国话讲，贯彻一国两制决心坚定无改变，呛美国唔通强硬要做，也若无会引起反制。面对中国再三的施压，川普同款无得插伊，除了签《香港民主甲人权法案》，佮签署《香港保护法》。 禁止卖香港警方催泪弹、手令枪支甲其他镇压示威者的装备。香港反送中示威发生近半年来，香港警察已经拍将近1万粒的催泪弹，19发的真正的枪支，掠超过5800人，恢复冲突是一件过一件。华府决定站出来，就看香港政府敢会小尊文一下。不过，伫北京当局做靠山，香港特区政府枪口拢对外，批评美方的做法无必要嘛无理。这敢会进一步影响到进入最后关头的美中贸易，一切充满变数。